今次嘅展覽競選咗4位澳門飾品手藝創作人嚟到風塘10號創意園呢度展出佢哋嘅作品，有4種不同嘅材質，4種不同嘅風格，顯示4位女士獨特嘅魅力。喺呢4位嘅設計師身上，我學咗好多嘢，其中係付出、專注、耐力、創作嘅力量嘅重要性。平時我都知道澳門每位女士或者每一位朋友，其實佢哋都工作會好忙啦，忙於自己嘅工作啊，忙於佢嘅家庭，但係佢哋都願意去付出佢哋嘅時間去創作，去做佢自己中意做嘅事，仲有去享受創作嘅過程。我哋非常期待今日見證新生代嘅飾藝作品如何喺澳門呢一片文化底蘊深厚嘅土壤之中綻放出光彩嘅。我哋一齊倒數咯喎，3、2、1，金子一揮，巧手生輝，新進行藝巧手飾藝作品正式揭開序幕。今日4位設計師嘅作品係希望能夠感動到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嚟參加見到嘅朋友都被所感動，同埋或者去開始佢嘅創作之路。我自己覺得各樣嘅藝術都能夠治療心靈。咁每一場嘅展覽或者嘅展出，都希望俾人見到，俾人記住，同埋我覺得要被鼓掌嘅。每一件作品嘅溫度都可以傳俾大家。